世間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許。點知啊，直頭令人頭暈眼花、喪失理智、撲心撲命，甚至傾家蕩產，都執迷不悔啊！佢一直約我10月4日上佢公司，佢話會有一個分享可以改變我嘅一生。令到林生神魂顛倒嘅就係呢位自稱女神嘅大美人 Ken Lam。你覺得佢靚唔靚啊？靚啊，有一種西人嘅古典美。如果佢約你見面，你會唔會應約啊？咁靚女梗係會啦，但係你未見過佢喎。咁我男仔嚟㗎嘛，冇乜蝕底嘅。林生同我哋報料，喺今年暑假有一日，突然收到一個陌生電話 WhatsApp 佢，陌生者稱呼自己做女神 Ken。接下來1個月對林生噓寒問暖，講到呢度，大家都應該知道發生咩事啦啩？直到9月尾，佢一直想約我10月4日上佢公司聽佢嘅分享。我話嗰日係星期3嚟嘅喎，我要返工嘅喎。佢話叫我請假啦。聽完佢分享可以令我變成10州勇士，我就問佢係邊10個州份啦。原來佢話係10個星期嗰10個州，而唔係州份嗰個州。今年有多過19000宗詐騙案件，當中網上情騙警方就接獲1176宗。如果冇牽涉呢個金錢糾紛，咁就唔算欺詐喎。可能佢分享好嘅呢。攝製隊喺10月4日陪同林生應約上咗 Ken 公司。究竟女神真面目係咪真係女神？10州勇士又係啲乜？Ken 嘅真正目的又係啲咩嘢？你好，我就係慌張西望，我想問咩係10州勇士？留意下集《慌張西望》。